夜間聊天室，你哋好，我係 Simon。今日繼續同大家講中東嘅戰爭。我相信今日特朗普都好氣憤，做咗冤大頭、豬頭炳。國務卿盧比奧就喺國會回答問題嘅時候，因為佢係必須講真話，佢就話到其實美國同埋伊朗嘅戰爭，美國係俾以色列拉落水，真正要將伊朗打殘嘅就係以色列嘅內塔尼亞胡。只要以色列一直喺中東發動戰爭，內塔尼亞胡就仍然可以做戰時總統。一方面自己就唔需要受到貪污舞弊嘅事件而被以色列嘅法院起訴，另一方面內塔尼亞胡就係極端錫安主義者。佢當然係希望以色列稱霸中東，只有以色列喺中東可以擁有核子武器，將伊朗打殘，唔單止可以令到中東之胡喺中東再無法擁有軍事力量，可以去威脅到以色列今後嘅國家安全，能夠確保以色列今後安枕無憂。美國、以色列、伊朗發生戰爭之後，特朗普可以講得話係胡言亂語。人哋伊朗係一個主權國家，佢就話伊朗選新領袖嘅時候就要有佢嘅參與同埋批准。仲有就係美國唔排除要派遣陸軍進入伊朗，但係呢一個軍事策略係大件事嚟嘅，30萬美軍夠唔夠啊？我哋又並冇睇到美國大軍壓境嘅部署。特朗普又召見美國4大嘅軍火商，要求佢哋以4倍嘅速度製造武器同埋彈藥。究竟特朗普有冇喺戰爭之前就諗到武器同埋彈藥被消耗速度之快，同埋之後引起不足嘅情況，而事先就加以計劃？仲有就係美國而家喺中東有一件難題發生，美國係擁有8部薩德防空導彈系統，傳媒報道就話今天有3部係部署喺中東，其中2部就已經被摧毀，無法再有效運作。第3部嘅薩德系統亦都係有可能曾經被擊中，所以美國係有呢個打算，將部署喺南韓嘅薩德系統係要搬到去中東使用。特朗普又話要保護美國喺中東嘅運油船，佢哋嘅運作同埋安全。傳媒有報道林肯號嘅航母係可能被擊中，已經係轉軚駛到去1000里之外。另外就係福特號航母，之前就有爆屎渠嘅事件出現，修理完之後就駛去中東作戰，可以想象得到士兵嘅身心靈狀況都係非常嘅惡劣。通常航母嘅服役係每6個月，然後就俾士兵休息嘅。今天福特號航母上嘅士兵已經服役咗8個月以上啦。試問面對呢一場戰爭，邊度會有士氣？結果就係美國要派第3艘航母去到中東。一次美國服役嘅航母係有6艘，3艘就已經喺中東，俾以色列同埋伊朗拖住喺中東地區。咁其中2艘因為要保衛家園，應該都會喺美國服役啩。再加上呢一場戰爭，美國係好多雷達系統係被摧毀，消耗咗無數嘅無人機同埋導彈，消磨咗龐大嘅軍費。伊朗就以2萬元到10萬元嘅無人機，幾十萬一枚嘅導彈，同埋以100萬計一枚嘅高超音速導彈去消磨美國昂貴嘅武器。美國嘅無人機可能係100萬一架，層次低嘅導彈係幾百萬一枚，先進嘅導彈就1000萬一枚。特朗普同埋內塔尼亞胡最初嘅如意算盤就係伊朗4日之內投降。今天特朗普又改口，又話戰爭會維持4個星期，甚至係幾個月。以上我所講嘅都顯示，特朗普其實對呢場戰爭係失去預算。一方面就支持內塔尼亞胡同埋以色列討好猶太人嘅金主，另一方面佢嘅內閣同埋智庫亦都可能係對戰爭嘅情況唔認識，誤判咗伊朗嘅實力同埋之後嘅團結。今天伊朗又選出咗最高嘅宗教領袖接班人，31個省嘅軍事領袖仍然係發揮緊有效嘅軍事報復行動，即係話今天伊朗喺政治上、宗教上同埋軍事上都穩定落嚟。呢一個就係特朗普嘅噩夢，因為呢一場戰爭越係拖得耐，美國打敗嘅機會就越大。難怪以色列係發動強大嘅空襲，轟炸煉油廠，
軍事目標同埋基礎建設，仲有亦都係攻擊平民嘅區域。伊朗對以色列嘅本土同埋美國喺中東嘅軍事基地，亦都係進行相同嘅報復。戰爭就係好殘酷，一旦開打，雙方都將道德同埋公義擺喺旁邊。特朗普都唔係一個好聰明嘅領袖，世界就俾美國搞亂，將美國放喺一個危險嘅處境。要彰顯美國一哥嘅威勢，唔理現實同埋美國自己嘅力量，同埋對美國長遠嚟講嘅利與弊，特朗普就只係識得口硬，用言語逼對方，就希望佢就範，成日都諗住做無本生意，就會令美國發達。今天美國係失去全球嘅信用，人類戰亂嘅發動者，為美國呢一代同埋下一代製造一個更大嘅赤字。並且係製造從中南美洲同埋中東地區對美國嘅仇恨者。今天美國又希望有代理人戰爭出現，推動庫爾德族入侵伊朗，攞咗伊朗嘅土地建國，又鼓勵喺伊朗居住嘅塞爾維亞人喺伊朗境內係發動政變，要伊朗政權更換，新嘅政權係可以親美。今天伊朗嘅戰爭仍然打得好激烈，我就唔想咁快下一個結論邊一方會打贏。但係我就想講特朗普嘅無知同埋幼稚，錯誤嘅決定，並冇高明嘅策略同埋長遠嘅部署。今次跌咗落一個泥凼，必定會將美國嘅國運繼續拉下走。我下一集會繼續講伊朗嘅戰爭，同埋因為呢一場戰爭嘅發生，同埋會引起而確定嘅幾個世界局勢所走嘅方向同埋趨勢。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。未訂閱我嘅網友，希望你哋快啲訂閱，歡迎大家推介我嘅影片俾你哋嘅親戚朋友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